6首入選金曲就係孔子曰，作曲林慕德，填詞盧湘欣，編曲林慕德、唐奕聰，歌曲監製林慕德，主唱羅文。好靚嘅相，多謝，我都未睇過呢張相。有啲咩感受啊？係啊，多謝。你有咩感想啊？梗好開心啦！有一首，因為有時咧好歌好難求到嘅，咁啊撞啱有一首咁有教意義嘅好歌咧，大家又受落，咁啊好開心。其實咧，大家都好佩服你啊，總可以咧喺呢個高峰處咧作另一個突破，然後更上一層樓。其實呢個竅門喺邊度嘅咧？我諗最緊要每個人咧係抱住對自己工作好有熱情，係追求新嘅意境啊，唔怕創新最緊要，係嘛？我哋記住呢個4個字啦，唔怕創新，努力向前。係啦 ，OK， 多謝晒 Logie， 咁請你過去準備下，咁我哋 keep 住個場。好 ，OK， 唔該晒。我諗咧最近咧，大家咧晚晚都會聽到呢一隻歌咧，就係嚟自電視劇集《金牙大狀》續集裏邊嘅主題歌曲。咁我諗呢最近一啲病嘅朋友咧，除咗遇到啲咩傷風藥啊、感冒藥之外咧，都會遇到孔子藥。誰會好一天變壞？誰會兇惡變善良？要靠你取向決心。時辰就到，因果有天報。如遊戲要勝出，請你付出；若結果因你付出，守規則講道理。如若你要勝出，不去付出；要結果不理後果。仲守禮，你曳曳有老師要你每一天留在課室好失禮。忘掉了聽過孔夫子教做人仲守禮，你曳曳有老師要你每一天留在課室好失禮。哇！真係好聽，俾多啲掌聲佢哋好嗎？
OK， 頭先我哋講過應承大家，我哋回顧好多嘅金曲啦。喺呢時間，我哋回顧翻啲70、80年代嘅電視劇出嚟歌曲。咁但係表表姐嘅《羅記》啦。係啦，其實我想問《羅記》咧，好多人都話咧70、80年代電視劇主題曲咧就一定好紅嘅，你點睇咧？我諗係啊，因為嗰時嗰啲電視劇主題歌咧，直情好嗰啲歌詞係好入肉嘅，係直情咧係點出咗咧，即係現代嘅心理啊，同埋我哋要好正嘅歌詞，好似啊知否世事常變，家變變幻原是永恆。好嘢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咁你話係咪啊？變幻就現永恆啦。係啊，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都請埋其他歌手一齊同我哋演繹呢啲70、80年代嘅主題曲噶噃。好啊，好嘛 ，Shirley， 你先啊，好嘛？有邊隻你中意嘅先？我諗天虹啦，試下。我唔知記唔記得歌詞啊，嘗試下。萬紫，唔係萬紫良，我第一句係萬紫千紅。萬紫千紅。人世萬千痴痴情濃，即係溫婉非常，你搞到人哋心都囉囉攣。好啦，跟住黃真晏你咧？在台上我未理想，希望可以達到我嘅理想啦。誒，羅記嘅歌係嘛？阿妹姐，羅記好朋友妹姐嘅歌係。係啦。跟住又洪建華啦。華仔。我話咁話做新人咧就最緊要唔怕困難啦，好似哪吒不怕海龍王，有時不怕虎和狼。同你一齊啟航，好。好嘅。飛咧？我唔係70、80年代喎。你係即係唔係我隻歌？你隻歌就唔係。我隻歌唔係啊，夢中人啦。啊係喎。賣廣告先。你哋唔香得，因為嗰個劇我有份拍嘅，sorry。OK，喺呢個時間咁多謝曬咁多位嘅歌手啦。咁啊，一陣轉頭翻嚟咧，我哋仲有好多首嘅金曲嘅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。轉頭我哋再見。我哋咧考驗我哋嘅歌手啊，音樂常識嘅時間啦。咁我哋揾咗秋官咧做我哋公證人嘅喎。同時咧，我哋有兩邊嘅歌手分成 A、B 組嘅。咁 A 組咧分別就係有 Roman， 隊長嚟嘅，係 Shirley 同埋慧嫻嘅。咁而 B 組咧就分別有華仔啦、黑勤啦、王菲同埋阿 Cass 嘅。喂，隊長翻嚟啦！係，咁啊聽清楚先，呢啲咧係搶答題嚟嘅。係啊。如果係你哋知道嘅答案嘅時間咧，就要 A 組咧就要黑黐，係啦。B 組咧就哎呀咁樣。咁啊，我叫你哋先至準答喎。如果唔係答中都到冇分嘅話。冇錯啦。OK，我解釋得非常之清楚。係啊。咁我哋咧答啱咗一條咧就5秒啊。講咩話？你頭先嚇？得㗎啦。冇時間啦，嚟啦，分半鐘時間。你哋唔明你哋試啦。預備開始。好，3、2、1，開始。第一條問題，請講出3位姓吳嘅歌手嘅名。好，呢邊壓咗，係 B 組。德華。B 組。吳奇隆，係。吳雪蓮，係。吳遠峰。好。好，啱咗。好，先有5秒。第二條問題。歌手啊，你當係邊位歌手曾經以若如呢個筆名填詞？若如。若如。若如。黃凱芹。喂，有冇人嗌？喂，取消，唔算。我冇聽到哎呀同黑。我話哎呀，哇幾大聲啊！哎呀，冇，佢係評判佢惡曬嘅。係啦，第三條問題，你係咪咁講嘢先？最公正，最公正。你係咪咁講嘢先？第三條問題，剩好少時間。翡翠五樂，至音至強，係邊5樂？哎呀，呢邊係人 B 組。邊5樂啊？翡翠五樂係。週末任你點。啊！勁歌金曲。新地新地帶。翡翠音樂國節夜晚嗰個。仲有一個。仲有一個。嚇？黑黐係咩啊？黑黐咗啦。週末任你點。誒冇啊！你重複週末任你點。樂壇新勢力。係啱咗啦。你可以當我哋唔啱，俾你答啦。俾你答多次都唔記得我哋有自有公正嘅第4條題目。阿姐演唱會將宣傳海報最受注目。哎呀！向日葵同埋條爛嘅牛仔褲。好，最後條問題，許志安嘅女朋友係邊個？哎呀！哎呀！唔知。啊！呢個答案啱啦噃。咁咪知先嚇？佢話唔知啊嘛。唔知啊！我問你啲阿知咯。好細聲啊，聽唔到。O K 啦。係啊。啲雙方唔夠啊。我知啊，Sammy 咯。嚇？
你話你話講少啫咁㗎，你就算寧願唔攞獎都唔答啦，呢啲問題，唉，當你贏啦，當你贏啦嚇，講少啫呢條問題。呢個問題順條講笑，好啦，係啦，而家 A 組有幾秒先 ？A 組有10秒，B 組咧 ？B 組咧有30秒嘅時間啦，就要嚟累積咧我哋下一 part 嘅遊戲嘅喎，係咪？已經第二個項目咧好簡單，大家睇睇後面上面有呢一塊板。呢個塊板。呢塊板裏邊咧有好多歌名嘅，咁咧裏邊咧就係大家盡快時間咧去圈啲歌名出嚟。首先係羅文呢一組先，佢哋係有10秒嘅時間嘅，預備3、2、1，開始睇下圈咗幾多個歌名啦。今宵多珍就用1個，圈歌名。明星2個，銀樂3個，千王之王4個，雪中情5個，係小城故事，夠鐘啊，羅記。好，第二組劉德華呢邊，徐子預備3、2、1，開始有30秒時間。1個，愛人女神1個，童年時2個，一夜傾情3個，最愛4個，天你歡你5個，你令我快樂過6個，愛在心內戀7個，7個啦，最後5秒時間，8個、9個，好嘢！好啦，大家借開少少，睇一睇，你哋唔好繼續玩住俾人睇下先啊，Loki。睇先，相當正。咁呢啲時間咧，大家永遠都控制唔到啊！喺呢時間做啲咩好？梗係睇睇廣告先咧。廣告轉頭翻嚟就會有好多精彩項目啦。咁但係呢啲時間我哋一定要重複下獎品，因為今日勝出嘅組伍咧就係劉德華嘅呢一組 B 組嘅。恭喜曬你哋！佢哋可以得到呢個獎品啦。得到咧就係瑞士 Modern English 時裝腕錶系列總值12000蚊，恭喜曬你哋！恭喜曬！咁大家埋去慢慢分啦。慢慢分錶啊！你哋一陣轉頭翻嚟咧，我哋仲有好多嘅歌曲咧，就剩翻2首啫嘛，好多唔金曲啊！2個位置究竟會唔會有歌手冧莊，定係有另一啲未出場嘅歌手攞到佢哋嘅金曲咧？冇錯啦！廣告翻嚟之後，我哋再見啦喎！我哋你哋唔好繼續咁樣啦，而啲嘢咧就會交到呢個人嘅手上邊㗎。冇錯啦，12首入選嘅金曲咧已經揭曉咗啦。咁我哋勁歌金曲咧會繼續秉承住推動樂壇嘅精神，繼續係促進呢個樂壇嘅發展嘅。喺呢度再一次恭喜今日得獎嘅12位嘅歌手同埋勁歌新人榜嘅得主，今日上到嚟支持今日嘅季選嘅。亦要多謝曬所有現場嘅觀眾啦，所有投票嘅朋友，同埋喺家中收睇我哋節目嘅所有嘅你嘅。當然唔少得啦，就係現場嘅朋友啦，嗌到聲嘶力竭。仲有咧，有啲朋友咧聲嘶力竭，你唔知嘅，就係我哋台前幕後好多工作人員頭先都嗌得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同埋 TVB Dancers， 我哋俾啲掌聲佢哋。好啦，1995年度勁歌金曲第一季季選咧，喺度要結束咯噃。係啊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本地嘅樂壇，繼續支持勁歌金曲。你知嘅啦，逢星期六晚8點7，我哋呢個約會不見不散。冇錯，各位，我哋喺度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，係嘛？OK，下季再見，拜拜。